台南市會第4屆第6次電機會力爭閉幕，不過因為每年度總預算農業未審完，所以10號上午議長柯麗麗親自主持第10次臨時會開議。會中議員蔡耀輝相當感慨，針對市府要購買空寧大廈建物來轉型活化，認為攏講無清楚，最後只被保留科目一案。加上還有一筆原天然工商校舍要改成台南傳藝中心的內政工程，也會開1億外，所以要求市府各單位要利用現地的建物來經營，一定要好好評估思考。到回來啊，逐間校啊，袂使攏要甲咱市長來接的，啊，攏甲買起來要創啥？我感覺副市長今仔無來嘛吼，你要接可能愛善思啦。就說敢毋免擱一大堆愛維修，愛擱補強，愛擱變更設計一大堆。哦，我感覺最後我也是感覺，哦，按天然工商這個例可以看出各級市攏無了解。有關天然工商未來要變成傳統藝術中心，其實這個計劃已經進行了大概快有5年了哦。從整個評估到所謂的天然工商他們的這個董事會，他捐贈。它是無償捐贈給我們哦。那因為天然工商歷史悠久，所以它的整個建築其實是有文化資產保存的一個價值。所以在過去這個已經超過半個世紀以上的這種老建築，其實它都有需要做一些所謂的結構補強這樣子的一個需求。因為跟現在的建築法規，其實它的耐震係數完全是不一樣的。哦，所以這個部分就是為什麼天然工商後來在0121地震之後，那我們原本的所謂的設計的補強，其實因為裂損的部分，後來文化部那邊又額外補助了800萬的經費來做額外的一個補強工程。我想主要是重點在這裡。那另外，目前的我們這一個曾文願景園區，也就過去的首府大學，其實目前它都是修繕的方式，並沒有所謂的補強的這種情形。那因為它的建築大概在20年左右，所以基本上它的狀況其實是比較良好的哦。那另外就是說，目前我們即將要來做這個康寧大學的一個接辦的這樣子的一個工作。那目前康寧大學它的這個房子的狀況，其實狀況都很不錯，它也都是在20年，甚至是在十幾年而已，所以它的耐震強度其實基本上是夠的。那如何讓它未來活化再利用，對於一個正新興開發的安南區來講，康寧大學的這個校區，其實它的建築還有校地，其實是對於安地區未來的發展非常好的一個使用的一個區塊。政府為了將現地的建物活化，當然是有效利用資源，並滿足地方發展的需求。當然，一旦卡到建物老舊、有歷史文化再生意義，需要內政補強，相信嘛是不得不的開銷。台南新聞，阮籍張碩維採訪報道。